再来看新竹县政府最近邀请产官学界来讨论大新竹合并的议题。调查结果显示，讲以新竹市甲新竹县有苗栗合并上适合。县长杨文科是表示讲，目前另外2个县市有初步的共识，也毋过要讨论合并，应该爱先合作。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去年提出大新竹合并议题，引起外界正大的讨论。最后法案是卡在立法院。新竹县政府19号委托3学界研究合并的可能性，结果是认为这点苗合并上适合。我们跟苗栗县中东锦县长以及我们新竹市高虹安市长，我们平常就有互动。我们对于我们大新竹到底要如何来做，我们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在合并之前一定要先合作。那所有的这些方案，我们都可以来讨论。我们还是要尊重民意。针对新竹县市参苗栗合并的议题，部分议员认为，上重要是爱尊重地方的心声。比起竹苗合并，苗栗更应该纳入台中。台中是6都，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运用。重点是在于各县市地方政府，他们也要对他们内部的市民、县民有一个达成一个共识。与其找学者专家为竹苗合并来下结论，不如先解决新竹县市园区共同生活圈所造成的交通问题。另外，在报告中也讲到，若升格了3县市的议员人数，会对原本98席减做55席，要整合确实无这么简单，恐惊会引起不少的政治问题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